大家好，歡迎嚟到深海遊頻道，我係林寶森。今日咧係同大家討論一下二級遊樂船 PBOC 嘅試題嘅。上次嘅片咧就如果你係未睇嘅話咧，你可以參照下邊呢個 link 就去重溫一下。因為咧呢個片咧嗰個都相當多人咧係去睇嘅。今日咧就再同大家咧介紹多5條呢個試題。而家咧我係介紹一下咧模擬試題第9題。當你聽到一艘海事處船隻發出一短、一長及兩短嘅聲音信號時，應該點樣做呢？ A. 你應立即停船。 B. 該海事處船隻企圖在你左舷追越。 C. 你應與該船通訊。 D. 該海事處船隻要求立即援助。咁正確嘅答案呢，應該係你應立即停船嘅。佢係要求你咧停船接受檢查嘅，即係為咗更清晰表現你採取嘅行動咧，你可以咧鳴笛，佢表示你轉嘅方向嘅。咁通常咧一下短號咧係轉右，兩下短號咧係轉左，而三下嘅話咧就係表示你咧係倒車褪後嘅。如果 B 嘅情況咧佢係想喺你嘅左舷咧過你嘅頭咧，佢就應該發出長長短短嘅信號嘅。如果佢想喺你嘅右邊越過咧，佢亦會發出咧長長一短嘅信號嘅。C 咧點解唔啱咧？就因為 D 打 DD 嘅信號咧係表示你應該立即停船嘅，並唔係話要求同你通訊。你海面上邊咧可能唔止一隻船隻噶嘛，咁而我係無從知道咧你要求同邊一隻船通訊啊嘛。而 D 嘅選項點解唔適合咧？就因為如果你係有危難嘅你就會發出求救信號啦。求救信號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即係包括咧 SOS Mayday 等等啦，或者喺無線電裏邊呼叫啦，而就唔係話 D 打 DD 嘅。再咧係模擬試題嘅第18題。當兩艘機動船交叉相遇而涉及碰撞危險時，你是一艘有直航權的船隻。當發現別一艘船隻已經給你讓路，你要採取什麼行動？ A. 響一短笛號，轉航向右。 B. 保持航向和航速。 C. 響5短速笛號，表示懷疑。 D. 響2短笛號，轉航向左。咁正確嘅答案呢，應該係 B 嘅，保持航向和航速。因為你係有直航權嘅船啊嘛，你係有責任保持航向航速嘅，而咧唔需要閃避對方嘅。所以咧 A 響一短笛號轉航向右咧，你係冇需要咁做嘅。其實法律係要求你保持航速航向嘅。響5短速笛號咧 C 點解唔啱咧？因為5下短短咧係話一個 wake up call 嚟嘅，係話咧我唔明你想做乜嘢，對方已經讓咗你啦嘛，對方已經係採取咗被碰嘅行動啊嘛，所以呢個係冇咁嘅需要啦。至於 D 咧，響2短笛號
轉航向左亦都係不正確嘅，因為你係唔需要，而法律係要求你唔好轉航向同埋變速度嘅。如果兩船交叉相遇嘅時候，對方嘅螺更嘅方位咧係不變嘅，你就係一定會碰撞，即係話咧係有碰撞危險存在啦。你就應該判斷咧，你究竟係有直航權嘅船啦，抑或係要採取躲避行動嘅嗰一隻船啦。咁視乎咧你喺兩隻船嘅大家嘅相對嘅位置嘅。如果係大家係想重溫一下咧國際海上防撞條例嘅話咧，咁就請留意下邊呢個 link。跟住咧，我哋嚟到第23題，在哪一種情況下的船隻不應使用政府公眾碼頭 ？A. 上落乘客和行李的船隻 B. 上落貨物的船隻 C. 一艘長度30公尺的船隻 D. 以上答案皆是。正確嘅答案呢，應該係 B。上落貨物嘅船隻咧係不應使用政府或者公眾碼頭嘅，因為咧碼頭咧淨係俾乘客同埋咧佢嘅行李咧上落嘅。C 點解唔啱呢？就因為咧35尺以下嘅船隻咧係可以使用咧呢個公眾碼頭嘅嚟上落行李或者乘客。其實咧喺公眾碼頭上邊咧都有一個告示牌㗎啦，清楚咁寫明咧咩係容許，咩係唔可以做嘅。咁大家可以咧係參考一下。第24題嘅題目係船嘅螺更航向為040度，從船上嘅自差表查得這航向嘅自差為2度東，已知遲差為2度西，你會用什麼真航向繪畫在海圖上？ A. 038度 B. 042度 C. 036度 D. 040度。正確答案咧應該係 D 嘅，係040度。個理由係因為咧你嘅船嘅自差，即係所謂咧 deviation 係2度東，遲差咧 magnetic variation 咧就係2度西。咁2度東同2度西咧就啱啱大家抵消咗，所以咧正確答案咧就係話你係跟翻040度行就得啦。你畫上去嘅航線咧就係040。遲差咧係因為地球上咧嗰個磁場本身個偏差嘅，而呢個咧係喺海圖上面咧有寫明嘅。但係通常咧呢個磁差咧係會慢慢遷移嘅喎，即係話咧會增加或者減少嘅。咁所以你要參照嗰個海圖嘅年份，將嗰個咧差異咧係加或者減翻上去。大家咧要記住一點就係地球嘅磁場咧係會移動嘅，同埋咧佢同我地球嘅北極咧係有一個偏差嘅角度嘅。呢個角度咧就係所謂磁差啦。咁香港咧通常嗰個磁差咧係好輕微啦，係2度向靠西嘅，即係西2度嘅磁差。Deviation 咧你可以話因為咧個船上邊嘅其他嘅裝置而咧令到螺更咧偏離咗個正確嘅方向嘅。下列
哪些信號可用作海上遇險求救？一、白色煙霧信號；二、在船上發出火焰；三、連續不斷響鳴汽笛；四、垂直懸掛3個黑球。呢度咧其實係有多個選項嘅。A 只有1和2， B 只有2和3， C 只有1、2及3， D 1、2、3、4都啱。咁正確嘅答案咧應該係 B 嘅，只有2和3係求救嘅信號。2同3係乜嘢啊？係甲板上咧發出火焰。英文嚟講咧就係話 flame on deck 咯。但係呢個 flame on deck 就唔係話真係你個甲板燒着咗喎，而係你咧將一個油桶啊，裏邊放一啲易燃物品啦，將啲易燃物品咧點着佢，引起人哋注意，於是咧就表示你係需要係求救嘅。咁另外咧，連續不斷鳴笛咧係求救信號嚟嘅，不斷咁樣響你嘅汽笛。點解唔啱咧？橙色嘅煙霧信號咧先至係求救信號，白色嘅係唔算嘅。懸掛垂直3個黑球咧，應該淨係表示你個船係擱淺。嚴格嚟講咧，唔係一個求救信號嚟嘅。海事處嘅考試手冊咧，其實係有列明咧10幾種咧求救嘅方式嘅，所以咧大家最好係能夠咧去熟習一下。希望咧今日嘅介紹咧對大家有考試有幫助啦。請你記得留言、點讚同埋提問。下次再見。